孩子屬於自己 Save Lily 案嘅深層追問。佢冇名㗎，確切咁講呢，佢有一個父母俾佢嘅名，但係呢個世界唔承認佢。佢嚟到人世2個幾月，但係從未有喺任何法律文件上面留下痕跡，冇出生登記，所以冇身份同埋國籍。佢存在喺呢個世界，卻唔存在喺任何應該保護佢嘅制度嘅裏邊。媒體稱佢為 Danny， 法律唔知道佢係邊個。呢個案件喺香港引發公眾情緒，亦都超越咗對出生登記手續嘅關注。人人都感到係一種更加深層嘅不安。呢一對從未結婚、自稱親密夥伴嘅男女，10年嚟喺3個國家留下咗3個孩子嘅命運。長女喺芬蘭夭折，次女 Lily 被瑞典當局帶走，如今就係 Danny 喺香港，亦都係無名無份嘅存在。3個細路仔都冇出生登記，3個細路仔都係被推到世界嘅邊界之外。呢個模式令人觸目驚心。10年3個細路仔，同一個抉擇。事件嘅全貌遠比最初見諸媒體嘅更為複雜。曾先生同關小姐喺香港相識，10多年前發展成為親密夥伴嘅關係，從未結婚。2016年，曾先生去芬蘭進修，關小姐隨行。2019年，關小姐喺芬蘭居所自行分娩，誕下長女。嬰兒出生後1個月，因為心臟病同埋腦膜炎夭折。芬蘭警方其後以涉嫌疏忽照顧同埋過失殺人罪名調查2個人。之後撤銷個控罪，但陰影從此埋下。2021年，關小姐再度喺芬蘭居所自行分娩，誕下次女 Lily。Lily 同樣冇辦理出生登記，一家3口其後移居瑞典，喺唔同嘅旅館輾轉漂泊，甚至後來寄居喺車上邊，刻意逃避當局。2023年，瑞典社福部門接管咗 Lily。瑞典法庭嘅裁決記錄指出，Lily 被帶走嘅時候呢，淨係着住睡衣，身體係污糟，患有嚴重嘅濕疹，同埋牙齒係嚴重受損，生活環境缺乏穩定同埋安全。2026年，曾先生同關小姐就返香港，再度喺家中自行分娩，誕下兒子 Danny。Danny 依然係冇出生登記同埋醫療記錄。從出生至到送院檢查嘅2個幾月之中呢，未有做過出生嘅健康檢查。3個孩子都係在家分娩，然後同樣拒絕作出生登記，橫跨芬蘭、瑞典、香港。呢個講唔上係基於一啲合理嘅原則，呢個只係一個令人大惑不解嘅模式。父親嘅一句話講清楚一切。整個事件之中最令人震驚嘅係曾先生本人喺訪問裏邊講嘅一句話。面對外界嘅質疑，佢話：我愛兒子就應該話俾佢聽，我要捍衛權利，唔能夠為咗偏向兒童嘅權利而唔去保障我嘅私隱權。一個父親面對一個從未見過醫生、冇任何法律身份嘅2個月大嬰兒，佢嘅第一個考慮係自己嘅私隱權，佢唔顧孩子嘅健康，亦都罔顧孩子將來嘅福祉，同埋喺社會上面嘅權利。佢捍衛嘅係佢個人嘅權利，或者佢講嘅私隱，所以不能因為細路仔而到讓步。呢句話清晰咁揭示咗呢個家庭，又或者從來都冇係被視為一個家庭，只係一個一齊生活嘅夥伴組織。佢哋嘅內部優先次序，孩子嘅存在喺呢個框架裏邊係父母捍衛權利嘅工具，而唔係需要被保護嘅人。我真正對佢嘅所謂私隱權感到莫名其妙。喺短時間內接受所有香港嘅傳媒訪問，又喺社交平台開專頁，將自己嘅家人照片巨細無遺咁展現，真係唔明白佢嘅私隱概念係點樣嘅呢？或許唔知會唔會係為將來做眾籌鋪路，私隱嘅界定咁就任由佢自圓其說啦。公眾嘅直覺喺呢啲嘅話語面前得到印證，呢一對嘅夥伴所保護嘅從來都唔係孩子。
裸命，一個孩子點樣從世界消失。意大利哲學家 Giorgio Agamben 佢嘅著作《生人》之中提出咗裸命，赤裸嘅裸 bare life 呢個咁嘅概念。純粹生物意義上面嘅生存係有呼吸有心跳，佢係被排除喺一切法律同埋政治嘅秩序以外。裸命嘅人雖然確實存在，卻喺制度意義上面形同隱形。呢三個孩子呢都可以話係裸命嘅具體呈現啦。長女夭折時候冇任何正式嘅出生記錄，佢嘅死亡同樣冇完整嘅法律記錄。Lily 喺芬蘭同埋瑞典之間漂流，長期冇身份，直至到被當局強制接管咗。Danny 喺香港出生2個幾月，都冇接種任何疫苗，同埋接受初生嬰兒嘅應有健康檢查，當然亦都缺乏任何官方嘅記錄文件啦。出生登記從呢個角度嚟睇，從來都唔係單一嘅一個行政手續，佢係社會對一個新生命嘅見證同埋承諾，承認呢個細路仔嘅存在，承認佢有權受到保護。剝削咗呢個承認，就係將細路仔推出世界嘅邊界之外。喺呢個案件之中，將細路仔推出去嘅係佢哋自稱為自己嘅父母。傷害佢可以喺你見到之前已經發生咗。英國心理學家 John Bowlby 佢嘅依附理論指出，嬰兒對於穩定嘅照顧者呢係有一個情感嘅依附 emotional attachment， 係大腦發展同埋情緒調節嘅一個生理基礎。早期嘅穩定感決定咗個細路仔日後能否信任呢個世界。Lily 被帶走嘅時候，身體狀況係污糟，係有嚴重嘅濕疹、受損牙齒。呢啲都係可見嘅外表傷害。Danny 2個幾月嘅身體裏邊埋藏住啲乜嘢呢？佢被送院之前係冇人知道噶。呢一種嘅傷害唔一定係要表面俾人打傷啊，呢啲咁嘅形態出現。漂泊、隱匿呢一種嘅生活對一個發展中嘅嬰兒造成嘅影響，可能喺細路仔能夠開口講嘢之前，已經悄然咁樣刻咗入去佢嘅大腦神經系統。呢個正係兒童保護唔能夠等待有明確證據先至行動嘅原因，因為某一啲嘅傷害變得可見之前，佢已經係造成咗啦。制度嘅縫隙，孩子嘅墮落之處。Save Lily 案同時揭示咗一個制度性嘅盲點，跨境移動嘅家庭可以喺唔同嘅國家之間重置公開記錄。芬蘭有長女夭折嘅記錄，瑞典有 Lily 嘅監護令，香港面對嘅係一個新嘅案件。唔同國家嘅機構需要整合3地嘅全貌，先睇到呢10年嘅完整圖像。社會心理學家嘅研究早已指出，當責任分散於多個機構，每個機構都傾向各自各去處理，孩子就可能跌落咗呢啲假設嘅縫隙之中，即係 fall through the crack。哲學家 Miranda Fricker 嘅研究認知不公正時指出，社群嘅集體感知往往比正式機構有可能更加早識別到危害嘅模式。香港公眾對於呢對父母直覺判斷早於任何官方嘅直接介入，但係制度要求可量化嘅證據，而公眾嘅憂慮喺法律嘅門檻面前往往無從着力。呢個結構性嘅落差需要被正視同埋改變。我將你帶到呢個世界，然後點呢？哲學家 Hannah Arendt 提出嘅誕生性 natality 呢一個概念，係話每一個新生命嘅降臨呢，都係世界之中一個全新嘅開始。孩子並非父母意志嘅延伸，更唔係捍衛個人權利嘅籌碼。佢本身係一個新嘅人，帶住屬於佢自己尚未被書寫嘅無限可能性。承認呢一點就係照顧者最根本嘅道德責任。佢要求父母將問題從我嘅權利轉向我嘅義務，即係話我將你帶到嚟呢個世界，你有咩需要，我有咩義務呢？
曾先生話俾個細路仔聽，要捍衛佢嘅權利。但一個2個月大嘅嬰兒，佢嘅第一個權利就係存在喺呢個世界上邊有一個名字，有準確出生記錄，需要確認佢嘅父母係邊個，有醫療同埋法律制度喺佢有需要嘅時候伸手出嚟。呢個權利卻被宣稱為佢嘅父親親手剝奪咗。長女夭折咗，冇留下完整嘅記錄。Lily 喺異鄉嘅家庭寄養，至今亦都未能夠團聚。Danny 喺被送院嗰日，先第一次接受到呢個世界正式嘅關注同埋援助。3個孩子出生喺3個國家，命運卻重複咁樣去剝削佢哋嘅權利。公眾嘅憤怒係正當噶，但係憤怒之外，呢個案件留俾我哋嘅係一個更加深嘅問題。當父母嘅語言成為遮蔽事實嘅常理，喺捍衛個人權利同埋選擇嘅旗幟之下，躺着一個冇辦法接受健康檢查嘅初生嬰兒，我哋嘅社會點樣承擔呢個我哋固有嘅責任同埋公義呢？嗰啲無力發聲嘅細路仔一直喺度等待我哋嘅回答，呢個回答唔可以再拖延啦。唔知你嘅睇法又係點呢？請你留言，希望聽到你嘅聲音。我係 Coach，下次見。